暝时间赶紧甲嫌犯压制。有人趁机会逼去小房间，员警赶紧去抓人。过几天，阁抓到一位制毒犯。两间制毒厂拢伫屏东县盐埔乡，一间厂伫废弃街条内底，一间是做铁皮厝制毒。共自两个所在查到大量制毒工具，阁有做好的毒品。这个都成品。对，这个是也是安非他命的成品。其中废弃街条制毒厂制毒人员的装备阁真专业。警方在查获的时候，这个犯嫌戴着这个防毒面具。屏东县检警年前大扫毒3个月来侦破5间制毒工厂，随后扩大侦办。另外，公司兄弟嘛抓到签地鞋。警看到嫌犯要出门，随甲抓起来。警伫现场阁看到机器一直传出有人买路的资料。以网络签赌为主，他们以网络通讯软体 LINE 来接收下游的排资。这1年外签地下金额到2亿6千万，嫌犯事后嘛向伊送法办。伊民事家己专勤队接到线报，前往新北市新庄查到几若间流动胶场。这拢是越南移工带头做回来跋筊，现场查到缴客工作人员总共53个人，跋筊金额136万。年节之前，警方强烈咧追查不法行动，就是要维护春节期间的治安，让大家会当平安过好年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